啊，兄弟姊妹，咱先来唱一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正诗38首。用这首诗歌，咱来陪伴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虽然伫厝内底咱可能真平静，然后安稳，但是咱这个时阵，对咱真侪这无用的代志中间，手头的代志中间，厝内底这代志。那咱会当来陪伴咱的心，咱来唱这首诗歌。咱唱第1节到第4节就好吼。阿拉传扬的主上帝，做我的大君王，伊做你大那真心来祈祷，主啊，看搁存感恩甲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伫你的面前，阮恭敬献上阮的敬拜，愿你得到荣耀，受尊最大。感谢你的顾念，感谢你甲阮三甲同在，无论阮伫啥物所在，伫一礼拜久，你犹原看顾，互阮会当搁如此伫你的面前三同敬拜。上帝啊，愿你这个时，你的圣神同款引带，也互阮的心注目伫你。虽然世界叫做混乱，世界疫情影响正人的生活，世界大大的改变，但是主啊，阮的心仍是恬静伫你的身上，注目耶稣基督，独独敬拜你，用你应该得到荣耀来献互你。愿你引带圣神甲阮三甲同在。这个时阵，阮陪伴好势要来做礼拜，上帝恳求你引带阮进入到真实的敬拜，用心灵甲诚实，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足欢喜会当伫网络顶面甲咱大家三甲来聚会，请咱用欢喜、敬虔、平安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
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俄罗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全地会敬拜你，吟诗称赞你，会吟诗俄罗你的名。万民要欢呼颂赞上帝，要歌颂他的荣耀，要向他献赞美之词。地上万民都敬拜你，他们颂赞你，歌颂你的尊名。这是请咱三个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俄罗全能的主上帝，请来吟全首。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主，阮若专心追求耶和华，伊就应允阮，救阮脱离一切惊吓甲不安。既若仰望你的，就有阳光甲平安。阮遮软弱的人，伫遮呼求主，愿耶和华压耳孔来听，救阮脱离一切灾难甲惊吓。恳求耶和华差派天使天军，伫敬畏你的人的四围安营，嘛赐平安甲快乐，互遮所有的医护的人员，保守因，互因伫患难中会当得到帮助甲安慰。知影你是因所有的仰望甲保护者，拥有伊伫权柄的上帝，我嘛恳求你赐下伊伫的大权能。伊伫现在受到新冠肺炎感染的百姓，嘛保守看顾因的亲人，互因会当对耶稣所来的保护得到平安甲清气。嘛恳求你赐福甲开路，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影响的百姓，互因开一条新的工作的机会，接受新的变化，目的。互因的生活现立
困境。我嘛要伫主耶稣面前悔改，承认阮一切过犯，搁再来宣告主耶稣是唯一的真神，诚做咱性命主宰，永远换命。主啊，我要跟对你，将阮一生献予你，来回应你的呼召甲疼谈，坚信咱一生无偏离。求你用阮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阿门。这是请咱来启应，启应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篇。毋通为着你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在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在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敢毋是比医福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你敢无比因较贵重？恁敢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恁领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在大丛，因无劳苦嘛无芳质。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拢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明仔互人ฮ็落火炉。上帝拢安尼甲因糟蹋，伊敢会搁较甲恁糟蹋？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我要食啥物？还是我要啉啥物，要穿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知遮的拢是恁所需要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的物件就会煞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在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这是请咱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4首，我心学乐至关上帝，我心学乐至关上帝。我
这是请咱三界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来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的圣经节，诗篇29篇第10节甲11节，耶利米书17章第7节甲第8节。诗篇29篇第10节，上主设座位伫大水的顶面，上主做王到永远。上主赐快乐予伊的子民，上主赐平安予伊的子民。耶利米书17章第7节，我靠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所我靠的，迄个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选伊的根伫河边，炎热到也无惊，叶悠然要青翠。伫打扫的年，拢无挂露，各个果子无煞。我用华语再来读一次今天的经文，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在诗篇29篇。上主管理洪水，他永远作王统治。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耶利米书17章，专心信靠我的这种人多么有福！他像栽种在溪旁的树，树根深入水中，不怕旱灾热浪，树叶常青，不断结出果子。这是要邀请本堂的黄牧师来讲道，伊要所分享的题目是“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掌管一切”。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佫是伫咱网络中间来组织的一个时间。虽然咱甲过去聚会方式无共款，咱礼拜的地点无共款，但是咱敬拜的心拢是共款。上帝也接纳咱对伊的敬拜，愿上帝来引带咱伫圣神的中间，同心注目伫伊，听他伊的话来敬拜伊。咱三同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看顾，佫一礼拜久，愿平安，愿坐伫阮的手机、阮的电视的头前，阮来敬拜。主，我嘛是共款听到牧师的话，我嘛是共款拍开圣经，阮伫你面前祈祷。我嘛是共款全无注目伫阮的主耶稣基督，阮有一个敬拜的心。感谢上帝，互阮成做你的百姓，也感谢上帝，日日顾念看顾阮每一个人，以及阮的家庭，到伫现今。你赏赐互阮有平安，伫全地做了乱，也是遮戏言片团的时阵，上帝啊，阮为着世人来祈祷，愿你顾念世上所有的人，这嘛是你所做的百姓。上帝恳求你，照你的旨意，正你的旨意伫全地中间。虽然疫情安尼生炭伫逐位所在，但是上帝啊，阮相信你永远是掌管一切，要来成就上帝你的随旨意。虽然阮是无法度明白，但是阮知你的旨意拢是好。主啊，伫这个时阵，阮要听你的话，愿你拍开阮的心，互阮谦卑的心会当听你的话，听你我阮的耳孔，主来造就，来帮助阮对你的坚信。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其实咱一直
伫一个真无确定的一个时代，有时即个时代变化紧，有时慢，有时咱若像日日咧过平常时的生活，但是伫咱无按算的时阵，真侪环境就真大一个变化，所以要有真定定的事，其实咱每一工拢是一个无确定的一个时间内面。会记伫2008年的时阵，即个金融海啸嘛是咧冲击到即个全世界的经济，这是第一遍人所拄着遐尼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混乱。伫迄个时阵呢，有安尼调查讲，差不多世上有超过60%的人对未来生活甲前途感觉非常的忧闷、烦恼、挂虑。都大家安尼过了真好，经济嘛咧真发展全球化世界经济嘛咧发展甲真好势，大家拢想要趁钱，但是就是一个金融海啸，烦恼挂虑。我相信今仔日即个比率会比以前搁较悬，因为这毋若是一个经济的冲击而已，搁加上咱性命的一个危险、病痛。1年半前，这个 COVID-19 呢，安尼生团到伫全世界，已经数百万人失去伊的性命。全世界大多数这个经济、这个产业出现真大的危机。世界各国的人伊的生活拢停止这个活动。其实这几年来拢是共款，每一工你若拍开这个媒体的时阵，不论是这个经济的问题。能源问题、全球暖化，还是气候这个变迁，世界的政治拢已经非常复杂。即马佮加上这个 COVID-19， 所以这个整个世界的未来情景要怎样来转变，咱实在无法度去料想，甲去掌握。过去1年半。咱会当过安尼真安稳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现在台湾这个疫情安尼扩散的时阵，讲来就来，所以咱当然受到真大一个影响。所以这个第3级的警戒对5月10日一延过来变，即马佮延到7月12，大家拢真关心到底7月12了后会当安尼较降级会袂？当然，咱即马看这个数字，咱拢非常关心。确诊人数呢，拢差不多100人以下。咱嘛希望真期待7月中，咱会当安尼降级，小可安尼讨棒一下，解封一下。2.5级嘛好啦安尼大家当小可恢复一种正常的生活，生理会当小可安照做一下。但是要怎样转变，咱嘛拢毋知啦所以即马对咱真关心即个时间特别即个台北即个疫情控制会好势未？所以无确定，一切拢无确定。咱有真侪即个年长兄弟姊妹，足想要倒来咱教会来做礼拜，咱阁忍耐，因为无确定，咱祈祷。这段时间，咱会当家己会当做真有限所以咱就尽量伫厝内底，互咱照顾咱家己，也是用电话视讯互相请安、鼓励这是咱上界好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方式。主要所讲，毋通挂虑明仔载，毋通烦恼明仔载。因为明仔载明仔载，明仔载以后的未来充满无确定的代志，咱拢无法度掌握。愈侪咱无法度掌握的代志，咱的挂虑就愈侪对每一个已经陷入真困难的人，也是家庭，也是行业来讲，这个无确定的代志愈侪，亲像即马安尼 COVID-19。无确定，什么时阵要解封，咱的挂虑就愈侪。
我嘛常常会安尼啦吼，毋知影明仔载会怎样。不过咱就讲今仔日安尼，咱过互心情平静安尼吼，但是明仔载咱毋知。无确定真正会产生真大的一个挂虑。伫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即个苏联共产党伊安尼统治的时期，有一个基督徒，女性的基督徒，伊是老师。咧上课的时阵传福音，有人答密过，所以伊就失去即个做老师的工作。后来为着这去用关监12年，只有因为传福音去用关12年。出教了后呢，伊就写一本册来见证这段的一个过程甲经历。伊讲，伫这真黑暗的时期，我就受感动，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去传福音。我嘛知影这个危险，但是无传，我心内就不安。伊讲我受了后，上界困难的阶段，毋是伫这个监狱关12年的时间。是拄受了的前3礼拜，为什么呢？因为这3礼拜的中间不断一摆搁一摆，咧新闻一摆甲咧新闻，所以伊到厝内底人拢毋知影讲伊要所面对的未来是啥物种的状况，所以伊安尼讲，对着未来上界无确定的一个挂虑，这是真正的折磨。最近，咱就常常见即种的话，这发生的代志是咱安尼几十年来，是一世人拢毋捌拄到的安尼。所以过去几个月中间呢，咱台湾的水库差不多安尼又要大。所以常常你就听见讲这都数十年来毋捌看过即种情形。你来接续即边 COVID-19 的代志，嘛是同款。这是我过去一世人都毋捌拄到的代志。所以咱上界大一个挂虑，就是讲，咱面对一种全新的状况，这是咱过去所累积经验、知识无法度处理的，所以这个挂虑会较重、较深，咱会失去这个安全感。有一个名词常常会表达咱心中一种的挂虑的心，这个名词就是讲，万一要安怎？万一要安怎？咱烦恼的未来无法度料想，无法度将的代志会发生，所以一个健康有问题的人，伊会烦恼万一健康检查出来有问题，万一无法度治疗，万一手术失败，要安怎？所以咱嘛亲像即摆安尼烦恼讲，万一7月12日 COVID-19 无法度控制，第3级的警戒佫继续落去的时阵，侪人伊的工作啦，伊的头路啦，伊的店面要怎样维持落去？万一继续落去，我的公司敢有法度支持落去？万一我若安尼去用裁员，去用减薪，我的收入，我厝内底生活要怎样？万一要怎样？无所谓烦恼若7月12日无解放的时阵，咱教会事工要怎样？要安怎？所以一个无确定的时机，嘛是考验咱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讲，上帝敢真正掌管一切吗？若是有烦恼，这个万一真正发生，安尼时阵要怎样？所以，这个万一的心态，其实表现出咱对上帝基本上一种的信心的考验。咱怀疑上帝是毋是真正会当掌管一切关系咱大细项事？或者，上帝敢会忽略我所知意，还是我烦恼迄件事？万一伊真正发生，要怎样？所以大多数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平常时的时阵，咱当然伫理性中间会相信讲，上帝真正会当来信赖会当来信靠上帝咱就倚靠上帝。
但是真正困难的环境甲危机发生临界的时阵，爱着考验咱对上帝真正信心的内在。咱对上帝的信心，常常会得到咱环境情势的一个发展，安尼起起落落。所以，有时咱就每一天暗时倒伫眠床，咱就烦恼明仔载。早起时醒起来的时阵，咱就烦恼今仔日毋知拄着啥物种，咱料想袂到环境的一个变化。另外一方面，当然一种无确定的一种的环境的变化，嘛是提供咱一个机会操练咱的信心。这个时阵，咱可能要学习一项，就是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上帝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甲伊面对面。咱现在较无时间出去外口，安尼行来行去办理真侪事项，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厝内底。咱敢会当用较侪时间，莫常常看手机，莫安尼看电视，一出过一出，安尼对早看到暗。咱会当用较侪时间看圣经。祈祷，甲上帝面对面，感恩、恳求、祈祷，将你烦恼的代志交托互咱的上帝，倚靠伊。甚至问上帝讲：上帝啊，即摆我拄着即样的代志，我都毋捌经验过。上帝，你怎样看现在即个世界所发生的事呢？上帝可能会互咱对信仰的角度来理解每一项事的本质。为什么会安尼？可能对无共款的角度的时阵，你会发觉安尼嘛比以前较好啦吼。伫过去的时阵，听讲伫台中迄个所在，人看袂到喜马拉雅山。哦，即摆咱咧看到真清楚，远远的所在就看得非常水。过去安尼天空拢是咧蒙蒙安尼，即摆空气加较好。现在啊较安静。有时我若坐伫办公室，看伫外口时阵，拜六到礼拜时，人啊茶滚滚安尼吼，来到咱这个所在佚佗。即摆看去外口，拢安静安静。即嘛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生活方式。姊妹，过去咱真惯势用咱对世界学习的知识、经验甲手段来控制一切，但世界现在变来愈变愈紧。愈激烈，咱可能嘛是爱学习，是毋是爱放开咱的双手，信靠这位会当管理一切的上帝。现在世界各国拢受震动，现在咱嘛会当真较无上帝迄个永远未受震动的国。伫上帝内面，咱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安息。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我赐予恁的是真正的平安。”到主耶稣结连有平安，咱注目伫主耶稣基督，信靠伊，咱才会当伫万一要安怎这个烦恼甲忧愁的中间，对上帝得到咱无法度料想这个真正的平安。以赛亚书第41章安尼讲：恁无得惊吓，因为我甲恁三甲伫地；无得软弱，因为我是恁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诗篇29篇拄则所读的圣经嘛是讲：上主设座位伫大水顶面。上主最王到永远，上主赐快乐，予伊的百姓；上主赐平安，予伊的子民。即摆COVID-19就若像大水安尼，伊满伫全地中间，但是上帝伫COVID-19顶悬最王，坐设伊的座位来最王掌管。我伫台北安尼住20年吼，20几年。出门的时阵，你若安尼看出去，夜目看出去，拢总是看到大楼。空气无好，所以安尼天空拢是安尼蒙蒙安尼。出去就坐捷运，行伫路面人就真济，车也真济，所以就要闪来闪去吼，咧注意这路的状况。所以呢，基本上伫台北
遐咧出入的时阵，较少咧看天安尼吼。有时落雨会对即个街路啊每一个角度啊看到一个小小的彩虹，我就足欢喜。哎，彩虹彩虹，啊拢是安尼一块啊啦吼，安尼因为即边迄个大楼炸咧，迄边迄个厝炸咧，安尼所以看拢差不多是一块的坑安尼。有一遍我去德山吼，就是美林的民宿，有着罗曼史。伫遐伫山谷看到一个安尼非常完整的坑，大啊个真水啊个真壮观啊！一整个这个山谷的顶面安尼啊，这张相片这边无翕出来吼，哇，他翕一张足水的安尼，坑真完整，非常大，非常水，非常壮观啊！一个半圆形安尼，坑是代表上帝的应允。迄是我真大的感动。其实，坑美丽的坑拢伫咧，所以对这个经验，我就有一个思考。真侪时阵，咱互世界真侪这个物件，甲咱遮看咱信心的一个视野。咱看袂到上帝完全的作为，咱常常注目伫这个世界常常会变动的万项事。咱无注目伫永远袂改变的上帝啊，所以咱的信心啊，常常安尼起起落落，无够坚定来信靠咱的上帝。兄弟姊妹，你敢无相信上帝是迄位创造万项有，而且伊一直咧掌管万项有的运作。今仔日伊嘛掌管咱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一切，亲像彼得前书5章所讲的，你着将一切挂入交予上帝。因为伊关心你，关心咱。发明冷气一个凯利先生，伊真少年的时阵哦，公司安尼交代伊一项非常重要佫困难的一个任务，所以压力真大，安尼过来暝困袂去。后来伊用3种的思考问题来消除伊的挂虑简单的3项问题，咱来运用看卖。伊安尼思考讲，我是要受交代这个代志，安尼烦恼困袂去，所以有可能发生上界歹的状况是啥物？第二个问题，如果真歹的状况发生，我会当忍受的底线到什么程度？第3个问题，真正若是上界歹的状况发生，我会当采取什么行动来解决这个状况？意思就是讲，有真侪代志，甚至超过你所料想的，毋是你所期待的，而且是做无好的代志。你无期待伊发生的，但是伊就发生。你无法度避免。你也无法度抵挡这样代志，无法度莫发生。但是如果真正发生，安尼我会当忍受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总是要面对伊要采取什么种行动？安尼，这3项问题。艺术帖嘛是安尼思考啦吼。咱看旧约圣经记载这艺术帖的故事，就是安尼。这艺术帖呢，伊是犹太的女子，后来伊受选做波斯王的封后。这个波斯王呢，因为误信这个歹人的话，所以伊下命令要消灭这个全波斯帝国内面的犹太人。以斯帖伊的阿叔莫迪改，就请伊讲：你就要去见这个波斯王，来拯救咱全犹太民族。但是呢，波斯有一条法律，安尼规定讲，任何人若是无得到王的条件。进入到宫里去见这个波斯王，除非王达得赦，若无伊会受处死。这个以斯帖呢，伊开始嘛真烦恼啊！伊讲，波斯王都已经1个月无甲我见面啊！我毋知伊即摆想到底是怎样，所以开始想一项上界歹的结果，就是家己受处死。无得到得赦。第2项，如果虽然这是违法，但是为着救我的同胞，
以斯帖伊咱接受的底线，就是讲死就好死啊，就死啊，对吗？吼，这是当然底线，但是伊要接受这个结果。为着这上界歹的一个情形，伊要怎处理呢？伊就采取一个行动，伊就请末底改去到城内犹太人中间，请王城内面所有这犹太人禁食3暝3日，为着伊祈祷。伊甲所有这同胞做伙来倚靠上帝。当然，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后来结果就是伊成功拯救全犹太民族。原来犹太民族受遭灭迄天，转变成一个得胜欢喜的一个日子。所以犹太人称这个日子呢叫做普尼节。今日当这个 COVID-19 吼，管辖全世界，若像大水安尼淹伫全世界中间，这嘛是一个世界患难的日。所以，咱面对这项情景，咱可能嘛爱做一种的拍算，甚至上界歹的拍算。损失大笔，咱投资的金钱，咱的收入可能会减少，咱的工作、咱的职务可能受影响，甚至咱嘛有可能受传染这个肺炎的危险。咱嘛可能需要为着咱上界无好的情形来拍算，采取一寡必要的行动。比如讲现在，咱就对这个金钱的态度较保守咧，调整咱的开销的方式。咱可能就要开始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较保守咧，较简朴的，较俭的一个日子。咱当学习无共款的工作的方式，就亲像咱即马安尼，虽然无礼拜方式改变，牧师嘛爱调整用直播爱录影还是用这个较侪视讯来聚会，这是种必要的调整。但是上较重要就是讲，亲像以斯帖安尼祈祷，恳求上帝施恩拯救，保护咱平安，补咱的欠缺。咱伫厝内底会当靠主耶稣基督，心平静安稳，等待即个患难的日过。咱特别亲像安尼船伫大风涌中间，安尼浮浮沉沉安尼漂流。有一个牧师 Stanley 伫一本册叫做《向山举目》，内面有写一段话，我感觉真好，分享互咱来听。伊讲伫逆境的中间，会显露出咱真实信仰的一个状况。咱的心中的意念，咱心中的惊吓，无信。但是一方面呢，逆境嘛会当测验咱对上帝的看法，对上帝的信心。伫艰难的困境中间，咱是毋是真正信靠伊？逆境嘛会当激励咱的信心的开力。当患难大风涌来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凭着信心来靠主耶稣基督坚定徛在？每一个逆境，每一个困难，拢稳重一份祝福，以及一遍信心的功课。咱来试看卖，这遍疫情的时阵，到底会带予咱世界什么种的变化？伫这段疫情的这中间，咱是毋是咱靠主耶稣基督来心平静安稳，来靠主耶稣基督来赢过这遍这患难？耶利米书17章安尼讲：倚靠耶和华，惹耶和华做伊所倚靠的，迄个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种的树，旋伊的根伫河边，炎热到也无惊。迄幽源要青翠，伫大扫的年拢无挂露，搁结果子无煞。姊妹，今日就是咱大扫的年啊！今日就是咱患难的年，所以倚靠伊，就要亲像栽种伫溪水边的树共款。咱所倚靠，毋是即个会变化的世界，咱倚靠是咱的根，会当宣告地面，伫迄个所在坚固伫咱的上帝身上。所以咱三人来倚靠上帝，互上帝成做咱安息的一个所在。
刀片的一个搬借。所以当 COVID-19 伫全地若亲像大水泛滥的时，当若亲像抗旱无度耕作、无度收成的时，炎热到，咱拢无惊，因为咱是亲像栽种伫溪水边的树。只要是咱对上帝得到性命的供给，拢无挂虑，搁加过志无煞。兄弟姊妹，这段时间也互咱上帝加咱的教会，成做互相支持的群体。上帝透过伊所设立的教会，来当彼此来表达这个疼，互相看顾。咱也透过这个网络视讯，常常电话安尼请安、关怀、安慰众人的烦恼不安。咱有较侪时间，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为这个世界来恳求、来祈祷，将主耶稣基督平安愿望来带予这个烦恼、挂虑、不安的这个世界。愿上帝保守咱，靠伊，咱有信心坚定徛在。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用你的话，互阮会当得到真大的快乐。阮有一个应允的话，伫这个患难的日，会当靠主坚定徛在。也感谢你常常互阮有话语，在阮会当来信靠你。你讲阮着无惊，无忧愁烦恼，因为明仔载以及明仔载的未来，有主耶稣基督替阮来担当。也知影主啊，你伫每一工你顾念阮，日子顾念阮，每一个时刻顾念阮，所以阮就来倚靠你，倚靠这位对大水泛滥的时，由愿最王掌管的上帝，你掌管一切。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请咱三甲来因回应诗歌，圣诗242首，圣诗2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我
这是请咱来奉献。邀请兄弟姊妹会当透过即马画面顶悬的 QR code 来做当下的奉献。你若开 QR code 会当看见伊会连接到教会的网站哦。网络上面有教会的奉献的账号，邀请各位兄姐能够为教会的事工来进行奉献。此时我们来唱奉献诗歌，来唱奉献诗歌。大家来用诗篇来祈祷，所有的话米拢仰望你，你照时互因食米，你开你的手，互所有的话米拢照伊所爱得到饱足。愿上帝喜爱咱的奉献，无论是金钱也是才能，阮拢全心全灵拢奉献为主做工，愿主接纳。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来看教会报告。咱主日的两堂实体礼拜由原暂停到7月12号，嘛邀请兄弟姊妹伫后主日同齐来伫网络顶面来聚会。第二点，本周是总会社福事工的关怀主日，嘛邀请兄弟会当为着这来代祷甲奉献。本礼拜的个人的奉献精神，以及顶个月的财务报表，拢已经伫本会内页顶面显现。若对奉献有出入的，请干事来做订正。伫即个时间，因为无法度实体礼拜，嘛邀请大位甲团契当透过网络来彼此来关心代祷。那生活顶面有欠缺的，请教会也是团契小组的组长来联络。后礼拜两个主日礼拜，咱要邀请詹牧师来为咱来正道，请咱闭眼心。即马要搁一摆来邀请兄弟姊妹，也是新加入的兄弟姊妹会当透过 Line@ 即马画面顶面的 QR code 来加入本会的 Line@。即个是每工拢有根据甲教会消息来报告。无事讲有要。即是请咱三家来唱祝福差遣诗歌，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时线请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内。万作阳光。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地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愿耶和华赐福互恁，愿耶和华永远保护恁，愿耶和华伊的面照恁，愿耶和华赐恁平安。这顿的礼拜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恁平安。愿顾念咱的上帝，赏赐咱平安。伫伊内面有真实的平安，甲主耶稣基督结连有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保守，咱一切拢得到平安。